伫起头有道甲上帝三角之地，道就是上帝。即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角之地，万物对道来创造。既若受创造的，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。活命伫伊的内面，即个活命是人的光，光照伫黑暗，黑暗无接纳伊。这是福音大好的消息，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你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，以领世间到安宁。关系。